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泥路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条油啊伫面香，条油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。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泥路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情说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情说。因为天通停水，我用江水局的叶片透油，发出了当上瘾的多层次米丝。怎会安尼哦？唔系网跳的问题。係真正是個。叶片冇糯米，當接近生發老準備一出台前嘅米絲，關鍵的問題就是水。水！莫加了手套嘅江水，還較做得腳出好嘅透油。葉味嘅叫通水。你酸哦！錯啊！後擺全都記下來。潛出嘅關鍵問題過後，讓三人決定從頭再過做一擺，目標強樣，唔過方式三無強樣。山區嘅記憶哦，用啲葉味差唔多。用記憶來做？錯啊！記憶。因為看太嚴。講講，你想拿做神秘嘅方法來做釣魚啊？你莫做來較樣啊！做出好嘅釣魚，當然係第一步啦。但係，俺哋還有夠重要嘅事情會做。我嘅事情。如何廣大成本，本好食嘅釣魚，做得買高尚一些。又來，你哋啦，啊，你騙，你好事，走吧，走。不要懵了，哼。到底係技巧好，還係手工好？生發老準備都當起來。啊，你休息了。好。好。阿斌，你不用睇啊，好，記得咯。你冇下下來喏。
应用一下。个意思啊？你会同时间和文图写下来啊？好，该饭宿命都嘅感觉，运用一下。批斗嘅秘西，运用一下。木主宽度嘅线，运用一下。不要留口气啊！一次地边，运用一下。幸福嘅感觉，运用一下。人的跳有师傅用生命做出来的米线，运用一下。我也唔知，所以我需要拿天数，一摆又一摆，一摆又一摆，我都会做到呀，参谋。谁冇啦？差别子弹，英国迄三本演义的故事啦。王艳，王艳，爸爸，为什么很多赤壁之战？大概是这些人在赤壁这个地方打仗吧。啊，赤壁迄地名啊？哇，你这看的书怎么越来越深了？我看我早晚有一天被你们问倒。嘿啊。哎，银浩，要什么孩子，我看不懂。？3块半。你答应讲爱，要将一只生命的相吻，总唔得唔记得，希望爱做鬼要买来亲我。唔单枪哦，我叫一只相吻嘅，还要叫一只相留嘅。错老板，啊？你在想什么啊？没有，赤壁之战。哎，你这品质啊？去哪儿？你这银浩，要什么？我請問下，若神法中人嘅條價係咪唔神法？係咪平常嘅人？唔貪唔食咯？兔老板，兔老板，好。年客啊，我買推要嘛？喺中國啊，中國好食啊！唔可以講客家話嗬，請問啊，神華莊人嘅條價客家人嚟嗬？竟然你來幾種嘢點嚟講？咱幾種嘢哦？當初當叫冇做嘅呢？係啊。冇相干啦，係咪要講中華啦？好，一個班啊。嗱，好。咁多謝啊。多謝。好啦，平之啊，唔是講啦。帶你請卡上下邊啊，好，來。
爱中去都一样嘛？差不多爱中18到20%都一样。哈？我哪会了？亚米哦，迄个5桶水，所以哦，爱中比1桶佮少一样，怎么？嗯。是吧？哎，阿伯，你有闲哦？有一个男美人哦，蛮爱探谈班起种演呢。啊？品质哦，看到佢就空起来呢。迄么啊？用为喏，我同阿伯讲哦，应该会出现同一年来。以下伫哪？唔知呢。一下安怎个啥？我安尼啦，原来去寻伊，佮讲100，希望伊能帮输啦。唔是伊，登记倒来。安尼咁好啊？也迄班机，免去副卡。阿哥，你得拄出来，走吗？嗯。阿伯，唔是笑，你先转移。好啦，我有天数哦，张老师讲啦。平子，唔是叫，阿妹，阿爸，阿哥，阿姊，都出来，唔怕，唔怕。考几所的？당근이래로。はい。来。哎，睇只架坐，睇只架坐。啊，坐。你摸。哦，冇想到阿福老王爷可以来按电队呢。王头家，原来新荣山迄把本王爷嘅哦。哎呀，总条家，事情很难用啊。我哋去报嘅哦，报梦啊，梦到啊，这阿爸妹骂我啦，骂我讲用夹夹到阿福嘅粉丝攀一攀哦。所以啊，今日就抢过了，用下参详一下其中3个事情，看啊，我应用的进行，给前个事情哪会处理，哪会顺，那拜托你了。王爷，还有其他家里人在台湾吗？冇。我们这样的安排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阿伯，咁呢，好冇？
到底啦。阿福啊，第二套补娘咧，你嘅基因就更加重了哦。除咗用生堂，還有文物嘅香火而傳達去，點啊？啲啊！阿父，你用啥嘅結婚禮服哦？就搞本捱咧。嚇？呢個唔做嘅會動奇怪冇？就唔會咧。阿福啊，我少年乜解喏？我就想佢發圖發好咧。啊，他去看你哈，佢獎咧。哦。好漂亮。有獎啊哈。嗯。先生，小噶，兄弟，出发。哦好。先生，神法庄严，做啊唔可以查嗬。多謝啦，假如你用改多年天數，好啦，你喺捱食，那我。お父さん。叶曼年。お父さん。叶曼年。何か講？お父さん。憲法嗬，千久無看到，品質咧，伊圖書誒。也比做係安基嘅。我做係班準備，我係七人同來嘅。小比，魏先生，也係七人堂裝備邱先生，係高唔貴偏夾本洋樓拉嘢蘇中倉，你講平電腦記得搞出來，係個熱，嗌咗樓一款蘇中倉送去法院。唔想用嘅歌，最歌，唔過憲法也係我嘅本用，品質係我來嘅，我係冇可能本記掉離開我身邊嘅。阿邊呢？我哋講法啦。先生，多謝，你唔會錯啦。唔是啦，小比，佢有數過來。廿份佢有數限幾隻？唔係一道寫，你才見到。是不是？還記得我給你來時間13萬塊，我講從來冇失報，還記得嗎？看一下嗰度唔可以查，捱埋該份氣。有時呢人生愛是帶意的前因子，
也分开约苏州的饭，品质还带贵些，唔能做得好好过年。做唔得，也冇可能，老品质搞不定掉的。班先生，我提醒，伊提过，我哋做个天地非同关系，让先杀起来。唔知道有冇相关系？搞出去啊！冇乜嘅好讲嘅啊！建发，什么系乜嘅命，唔比我过清楚。做得行到夜铺，真冇简单吼。你到位去家乡嘛？有冇可能同品质分开？啊，你也做得啦。既然再表起人家下神法，还有人家嘅人民，做得明看啊！按葡萄7點，如係會隔別個，記得咯。時間是冇定義呢，希望唔得冇慢到。老人。神父，你有考？迄个，你不能杀走的，唔对哦。为报复，骗法老品质，错吗？你演啊！嗯。好，明日下去请假，我用的就用的。林妹，先生要拜带你死来，还是要速冲，也没讲当的。莫言乱讲啦，啊！莫言乱讲啦！阿平，我听错，冇可能。本意带走骗子，冇可能！睇个叫我记好冇？阿邊呢？幾眼影，眼有多少？姑嫂咧，我想好好求佢，拜託佢。先起起來，也起起來，用會遲到，求佢就會有效。就算冇效，也咪愛求。阿邊呢？人講哦，6月新娘最強咧。我看到6月8號嘅日咧1號呢，你都要知道呢？我冇意見啦。阿婆，唔會轉去娘母卡講一聲嗎？哦，先打電話做醫啦。請醫療能夠安排時間帶王爺呢做醫啊。好好好。阿婆啊，你想愛做阿多嘅嗰種塔西度冇？乜嘅塔可？塔西度啊，就係米蟲蟲嗰種西比羅啊。我花盆看啦。就係那種啊。王爺。哎，那2個人。
就会前班机呢。也见玻璃路咖啡，端正名不虚传。爽啊，正经东西。这件店的东西要请好势。来，两位，我是这间店的调价啊，分样啊。你好。两位体牌来没？我看我那吃东西还是零咖啡。我也承认啊，前是个咖啡哦。我咩唔识食个。来，两杯咖啡啦。阿边呢？咖啡啊？我看兩位啊，你從總這個地方來嘅咩？唔知。係啦，總共啊，來也有名嘅玻璃路草料啊，順沙地。其他事情，頭家應該談幾隻後生嘅廣告嘅啦，嗬。係啦，嘅。我就兩位啊，搜一下哈。咖啡。慢用诶。多謝。唔好，我係本洋商行嘅總本洋。咩係唔成化嘅長面咯？唔好，好啦。唔錯。元发，我记得，不管发生乜嘅事情，你都唔會顧惜。多少？品质的嘞，先发现到食皮，等下就会乱。安尼前后。我想，得兩個應該幾天好嘅嗬。總老爺，你是接講，我用嘅唔常做的，本品質留下來。我用嘅帶品質啫。冇可能。關先生，老豆按樣講，品質就做得留下來係冇？我哋哦，也係法律嘅國家。多少？你聽眾還記得，對於泰港人啲品質差唔多嘅是這塊事。嗰啲車現堂，專門講講呢後面。
太家人欺负佢，闹佢。明一看到佢多少，佢就会表现了，连个行路就冇俾你行。姑嫂，我带佢条条走睇，走得行医院，我就行医院。人生的路不一样的，慢人啲，头摆是头摆，紧是紧啊。总理啊，品质、经验，唔系东西，免讲中医，就爱，冇中医。出冇嘅，唔有我唔講，我喺度會勸人4年嘅。品質出世路行唔到，喺講日18區就看唔得，佢經過太安樣幹啥？講到按好堂，免唔會帶走品質，我心肝肚，咁會很難想。因為我嘅心敢可以出來本看係冇？也問題係品質係我出現堂嘅後台，我天朝嘅大機關係。我都想，原來杭州的狗，我假咩唔使說出來。出現到唔愛無效，我求你，莫得病自己。我求你，莫得病自己。我奶奶流到了。要我的！总老爷，我请你唔嘅妹无来，我做得了嘅唔知心情。不过，呢個事情還有其他嘅辦法做得解決啦。較拜託就會好冇？我哋也係嚟處理出現堂嘅家務事啊，唔係嘛啥？唔偏嘛嘅關到啊？總老爺，品質落到重點嘅。大家都懂下棋，但係希望唔是我講咧，捱咗嘅感受唔能咧團結同人親密，揾咗唔係捱，唔揾人為做。明明有人傳香火，有帶唔歸去，唔有人為做嘛？偏慢一個總務嘅後台，我變咗唔穩國嘅人。拜託，獻花有品質，係我嘅福康嘅，拜託，我嘅福康嘅。
留在我身边。拜托你。永子神，先生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バカ。品子，走了呀。品质，还给想总品质，这一生年都会从我给你，我完全变做事，不管去想乜嘅。企圖喺我嘅嚟，我天所會平平安安，我見到我睇，唔會俾人欺負佢。拜託，敌人相中。还是刘都亚。平时，你生意做乜興亞順？你睇，我在意我聽錯唔會動機，但係兩下佢很細，將佢留到我身邊做得冇。我多少？老爺，唔是少，可法了，人哋限咗啲意見。總老爺，準備講嘅辦法對大家都好，品質係總部嘅後台，一係無可能改變嘅事情。既然按理，唔就成全記掉嘅嘛。你做啲老憲法當做係自家嘅妹嘅嘛，家人萬機，安尼。你多一隻妹嘅，咪多一隻細龍啊！品質做唔得改善。你身影在相撞，都强，我都想，都强。这家嘛好好保重。我强。道歉。
华中爷。嘿，啊，好好好。开声音啊，开声音哦。哎，跳哥，你转来嘞。错，跳哥，这中山路嘅了条街，讲去抢食饭啊？抢爱食饭咯？系啊。应该爱抢人生错啦，不然我要请你哦。好，无限。好，我无限。你要边样呀？很收得吗？好。哎，什么？哎，你讲嘛？讲嘛？讲哈。很凶哦。嗯。你是屯之前冇乜強樣呢？哦。冇強樣哦。嗯。冇用片唔做。有神人你哦，比講個茶。哦，葉無神哦，咩叫用茶？對。關真平，真平懂電腦誒。哎，迄講遐個面試，迄大家都中意嘅面試，愛上嘅是迄名嘅無？錯。啊，神法愛是跳搖。係哦。有冇？神法一級棒跳搖。馬嘅啊！神法三金跳搖好嚟啦。誒。對，同迄個動王呢？動王，你冇上嘅啊？嗰首萬法。玩法跳，同起來乖乖。好嘅。講，我換呢個新的名喺做的，但係係我先試過長比後排。那麼小又來咧。吃河南。那我講。仲飲條呢？各位，どうぞ。唔來。路上卡上，我总算走出万家嘅面试来。爱有重重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
想爱跳跳绕你讲也早故事，跳又爱又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杂你出你落，一早早的暗光，不是好累的我了。意料到发酵以後，有一台俾你。 可将所有的回忆啊，你不会。我想到，我会在哪里？我提上去。安正平，要有班给咪西吗？有，很好生。错啦，头都没有讲，我换一个新的名，无论换到钟彦成。钟彦成，萧彦成。小燕喏，谁到达咯？迄种样地位，大表一生人的人生。老公，用咩啊？哎呀妈！用咩？哎，我救命啦！我救命！你给骗了，两个语言。庄严讲嘅係腳頭搖嘅地方，神係使用日文中嘅寫道代表學生嘅。莊嚴神講嘅係替莊嚴都行做事成翻了學習嘅人。本劇嘅劇名取材是萬家鄉體育創辦人吳文華先生自創。莊嚴神一甲字，文華先生係腳體育界嘅傳奇，以生命奉獻替體育事業。莊嚴神雖然係一個戲劇嘅故事，不過面對採訪文華先生嘅世界高長度後，得到當多啟發，留腳體育嘅知識。感謝中心蘭吳氏、吳延春董事長、吳義春先生夫人、吳立春先生、萬家鄉公司各個腳體育專家前輩，每一個聽數藝到嘅長輩老朋友，因為人到嘅聽數，將做得順利完成一個戲劇，是夢安子生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笔，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你飞。你都來，本愛偏到面，也不人見來見去，變成了一條線。